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經文係彼得前書1章3節，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，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，重生了我們，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。神叫我哋有活潑嘅盼望，就係得到天上嘅基業。呢個係何等大嘅恩典！咁樣整個過程從邊度開始嘅呢？彼得話因神嘅大憐憫重生咗我哋，呢個就係我哋蒙恩嘅起點同埋根基。我哋得以重生，係因為神嘅大憐憫。呢個大憐憫大到一個地步，我哋冇辦法理解。若果係照神公義嘅審判，我哋只有滅亡。但神出於佢嘅大憐憫，讓佢嘅獨生愛子主耶穌基督背負咗我哋嘅罪，代替我哋承受咗我哋應該接受嘅審判同埋刑罰，並且神喺基督耶穌裏面把我哋唔配得嘅恩典完全無條件咁賜給我哋。我哋今日喺神面前，完全係因為神嘅大憐憫，藉着基督嘅救恩，我哋只要相信接受，就得以與神和好。我哋冇辦法解釋神嘅大憐憫，只能夠用虔誠嘅心常常感謝神，話神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嘅大憐憫，我哋能夠活到現在，並且承受永生，因為你嘅大憐憫，我哋蒙你嘅救贖大恩，有活潑嘅盼望。今日嘅經文係彼得前書1章3節，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，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，重生了我們，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。今日文章來源中信出版社作者林長元牧師。